就是阮第一节，这就是阮，就是阮真实情景，这就是阮内外也袂真一致。讲甲真好听，做好无几件，啥人会救阮来脱离？第二节，这就是阮，就是阮真实渴慕，这就是阮一生追求的目标。见证主恩典，宣扬主福音，啥物人生拢无真实。这就是阮，就是阮真实报赏，这就是阮上界羡慕的运势。明白主真理，经历主权能，啥物福气会较吸引？第四节，这就是阮，就是阮真实荣耀，这就是阮时常遵奉主旨意，守望主的家，诚侪主囝儿，啥物身份会较贵气？